如果以而家12個月預測市盈率嚟到去計咧，就 A 股目前嘅估值咧就係大概係10倍多啲啦。咁如果相對佢10年平均估值，其實佢仲係有20幾個% 嘅折讓。不過有基金界人士提醒，資金帶動未必會全年持續，第一季之後要再留意資金嘅走向。某一類型嘅機構投資者咧係需要追翻咧A 股嘅補倉嚇，點解咧？因為之前嘅持倉比例比較低啦，咁跟住咧近期個 A 股咧亦都係即係火箭式嘅上升啦，就自不然咧係引導到佢哋咧需要再增持翻咧 A 股嘅比例。當呢個補倉嘅工作完成嚇，咁呢啲資金係咪可以仍然咁強勢嘅持續咧？咁但係你話過咗第一季之後會點咧？咁就似乎而家呢一刻咧就比較難預測啦。舊年 A 股喺下半年嘅升勢，令到 H 股嘅估值相對較平。范卓雲話：值博率較大。如果兩地同步上市嘅公司，佢嘅 A 股咧，其實而家咧就相對 H 股咧就貴2成啊。咁所以從估值嘅角度嚟比較咧，就其實 H 股咧嗰個上升空間可能就仲會吸引一啲。H 股指數咧就有望去到咧就係我哋12個月目標就係12800點，咁就有超過10% 嘅上升空間。今年嘅焦點板塊，除咗內銀同保險股會受惠市場流動性增加同埋 A 股上升之外，中央提出一帶一路嘅發展方向，基建股亦都被睇高一線。另外，中央繼續積極推行國企改革，引入私人資本，改善股權結構，盈利都有望改善。例如金融企業、電力行業等，亦都會受惠。反而喺減息預期之下，舊年貶值大約2%嘅人民幣，今年匯價會持續波動，甚至可能賺息嘅機會大過賺價，可以作為投資組合低風險部分。人民幣債本身咧，其實嗰個嘅評級都仍然係健康咯。亦都未見到呢個經濟去到一個地步咧，話將嗰個嘅展望咧係調低，佢仍然都係高嘅投資級別，仍然都俾緊你3厘或以上，其實咧都可能提供到咧一個另類嘅避險嘅。上個月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強調未來2次會議都唔會加息，市場幾乎一致預期最快喺今年年中美元會加息，為美元強勢提供條件。美元咧會持續升值，咁咧而相對歐元同埋日元咧就預計咧會再進一步貶值。明年上半年咧油價咧會持續係偏軟啦，咁同埋商品價格咧都會係維持係波動嘅。美股牛市持續，舊年再創新高，大行普遍睇好今年美股嘅走勢。不過喺美元強勢嘅情況之下，美股嘅升勢可能會放慢。其實美股已經係連續2年係跑贏環球平均啦。預計咧就美股喺步向加息週期開始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嗰個再跑贏環球平均嗰個空間就會收窄。我哋主要都係聚焦翻咧就係一啲科技股，咁就係因為科技股咧佢仲有個增長動力係支持股價咧係再有上升嘅空間。油價由高位回落大約一半，市場預期再大跌嘅機會唔大。油價低企損害產油國嘅經濟，但係就利好入口能源國家嘅經濟。IMF 有經濟學家預期，油價低企會令到環球經濟增長額外提高0.3至到0.7個百分點，對消費嘅帶動特別顯著。Those who are driving up to a petrol pump right now, filling up their scooter with petrol at half the price that it was, that is a large component of their total expenditure. So that's going to help the very low, the poor, the low income earner, and that's great for the consumption as a whole. If it stays at these levels, it'll be very, very strong for the consumer. 相比起美股，日本股市今年似乎更受注意。上個月自民黨喺選舉大勝，政局較為明朗。首相安倍晉三會有更多空間加速推行安倍經濟學，繼續以日元貶值挽救經濟，對企業盈利會有利好影響。量化嘅方向咧係好肯定。另外咧，從一個基本因素嘅分析咧，其實日本嘅公司咧喺呢個低日元水平嘅環境之下咧，其實有好多競爭力強嘅公司賺緊好多外匯嘅。日本公司本身咧個股本回報咧其實係唔錯嘅，所以咧進入2015成熟市場嘅板塊咧，其實我哋最先咧係睇好日本公司。
一般投資者可以透過日本基金參與日股嘅投資。要注意嘅係，基金所投資嘅日本股票，企業盈利以日元計算。喺日元持續貶值之下，為咗減輕匯兌損失，要選擇美元或者港元對沖嘅類別。今年仲有一啲風險，投資者要留意。希臘最快喺今個月底提前進行大選，會為歐洲經濟帶嚟不明朗因素。俄羅斯經濟面對高通脹同埋衰退，油價大跌嘅影響可能仲未完全浮現。能唔能夠渡過金融危機，都係今年困擾市場嘅因素。呢個禮拜本地市場仍然比較淡靜。聽日日本公布1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禮拜二會有匯豐12月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對內地服務業嘅展望會有啟示。將廢物循環再造係一門越嚟越受重視嘅產業。若果循環之後令到產品增值嘅話，行業就更加吸引。下個禮拜同大家睇睇呢一個升級循環產業。再見。